这时我要来讲读圣经记载伫撒母耳记上卷17章的31节到54节。撒母耳上卷17章31节到54节。有人听见大卫的问的话，就去甲扫罗讲，扫罗就叫大卫来。大卫对扫罗讲：“陛下，你无需要惊迄个非利士人，我来去甲伊交战。”扫罗就讲：“毋通，袂用的，你怎样会当甲伊交战呢？你不过是一个囡仔，而且伊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大卫就讲：“陛下，我照顾我老爸羊，有时阵狮甲熊来，甲羊仔掠去，我就绝对赶伊攻击伊，将羊仔来救倒转来。如果狮甲熊来攻击我，我就填掉伊的喉，将伊拍死。我捌杀死狮甲熊，同一样嘛会当杀死迄个藐视永活上帝军队的非利士人。上主捌救我脱离狮甲熊的了，伊也会救我脱离迄个非利士人。”扫罗就讲：“好吧，你去吧。上主甲你三甲之地。”伊甲家己的盔甲，互大卫来穿，就是有一个头盔甲一领战甲。伊甲头盔戴伫大卫的头壳顶，大卫甲扫罗的刀下伫盔甲的边仔，想要来行，却行袂振动，因为伊实在无习惯穿遮个。伊对扫罗讲：“我袂晓穿遮个物件去相战，我穿袂习惯。”伊就甲盔甲拢脱掉。大卫摕了伊的拐，佮对溪边捡了5粒金骨的石头，放伫个落地仔内，带着伊迄招迄个扫出去迎战歌利亚。迄个非利士人开始向大卫行过来，替伊提盾牌的人行伫伊的头前，伊哪行哪近。当伊看清楚大卫的时阵，就藐视伊，因为大卫只不过是一个英俊斯文的少年囡仔。伊问大卫讲：“迄支拐是要做啥物呢？你想我敢是一只狗吗？”对安尼，伊就指着伊家己的性命来咒诅大卫，来向大卫挑战讲：“来吧，我要甲你的尸体下落飞鸟甲野兽来食。”大卫就回答：“你来拍我，是用刀枪，但是我拍你是奉上主万军统帅的名，伊就是你所藐视的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今仔日上主要甲你交伫我的手内，我要拍败你，斩落来你的头，我要甲非利士的军兵的尸体拢下落飞鸟甲野兽来食。”对安尼，普天的百姓都知影以色列有一位上帝。伫遮每一个人拢知影，上主无需要用刀还是枪来拯救伊的百姓。伊交战的确赢，伊要甲恁交伫我的手中。歌利亚就开始行近大卫，大卫赶紧来往非利士人的阵前来走去。伊伸手对落地仔中提出一粒石头，用迄招的扫往歌利亚来射去。石头射到歌利亚的头壳遐，前遐拍破了伊的头壳。歌利亚面就往涂骹倒落去。就安尼，大卫无动到刀，只用一个迄招的扫甲一块石头，就甲歌利亚拍败了。大卫走向前，踏伫歌利亚的身躯顶头，对歌利亚的刀鞘内，甲刀拔出来，将伊杀死，斩落伊的头。非利士人看见因的英雄死了，就拢逃走。以色列人甲犹大的军队伫后面来追击，喊话来追杀因，一直追到
加特甲以革伦的城门，伫沙拉因的归路上，一直到加特甲以革伦，非利士的人死伤遍野。以色列人追杀非利士人，转来了后，抢夺了非利士人的营地。大卫带着歌利亚的头壳到耶路撒冷，将歌利亚的武器留伫家己的步边。以上的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并互咱得到最最的帮助。今仔日咱真欢喜，咱的主任牧师伊要甲咱分享的信息是：勇敢面对挑战，勇敢面对挑战。咱请蔡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要开始另外一个牧心系列的主题，叫做勇敢。咱连续4个礼拜，咱要透过以色列人上界尊敬的王，代表来学习勇敢的功课。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伫你的面前静静来听候你的话语，恳求你的话语真正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也就是阮将阮的心拍开，你的话亲像种子种伫阮的心田中间。阮确信伫圣神的帮助下面，这个种子会发芽不已，也会生长成做大树，结实累累来荣光你。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用静静来听你的话，来得到你的祝福。我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在这个大卫是旧约历史上一个真重要的领袖。咱看见到大卫因为顺服上帝，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伊成做以色列人上界尊敬、上界伟大的君王。咱要对伊的生命中间的几个阶段来看伊生命中间安怎有勇气来面对生命中间无共款的挑战。这系列咱来进行4个主题，会分4个礼拜，甲大家做伙分享。第一个礼拜咱要分享的就是勇敢面对挑战。第二讲，咱会分享勇敢接受试炼。第3项，咱会分享勇敢突破困境。第4项，咱会来学习勇敢承认失败。所以咱拢会对大卫的生命中间的无共款的阶段来学习。所以如果大家回去，会当优先来读撒母耳记上卷甲下卷，关系大卫的技术，咱要进行这4个主题来学习勇敢的功课。咱今日所要分享的就是勇敢面对挑战。亲爱兄弟姊妹，咱伫一生的中间，常常会面对真侪无共款的挑战。伫面对这个挑战的时阵，咱的观念、咱的思想，就是讲咱的心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会影响咱的人生，会影响咱的命运。有一寡挑战，伊真恐怖、真大，亲像咱今日伫经文中间所读的这个歌利亚同款，遐尼可怕，互咱感觉讲拄着即款的困难，假像无希望。有一寡人咧面对这个困难的时阵，伊会选择逃闪；有一寡人就冻掉的，毋敢向前。如果咱若做这2款选择，咱的生命永远袂当成长。咱也无法度透过面对困境来经历上帝更较大的稳定。所以，只有面对挑战，咱才会当超越自我。有一句话安尼讲：当你面对日头的时阵，阴影就伫你的后面；当你若反过来毋愿意去面对这个日头的时阵，阴影就伫你的头前。所以，咱能将日头看作一种挑战，伊会去擦咱的目睭。但是，当咱勇敢去面对伊的时阵，所有的阴影拢会伫咱的后壁面。所以，咱今仔日要来学习这段透过这段经文来学习勇敢面对挑战这个课题。今仔经文的故事，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拢真熟。
这是主日学的确会教着的课程，嘛常常出现伫真侪电影还是电视顶面。伊咧描述大卫安怎去对抗歌利亚的故事。我咧读这段故事的时阵我有一个问题，毋知大家敢有发觉就是咱看见着大卫面对歌利亚的时阵，伊去溪边捡几粒石头，捡5粒对无但是伊只用1粒就解决歌利亚，剩咧放伫伊的即个袋仔内底，所以我咧想这我特别想一个意思所以今仔牧师有若要甲大家分享5个观念当咱面对挑战的时阵，这5个观念会当帮助咱。但是有时阵，咱只要用一个观念，就当突破这个困境所以今仔牧师会甲大家分享5项，咱亲像5粒石头同款，咱来放伫咱的心肝，准备好势。当咱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阵，咱会当超越这款的挑战。第一粒石头第一个信念咱来知影，就是咱来理解上帝的原则。是甲咱人的原则无共款。咱人往往是看外表，但是上帝是看咱的心。一般人来讲，咱在面对征战的时阵，咱心肝会惊吓。上界大原因是咱过度放大咱的对敌，咱轻看家己咱对家己无自信。通常咱拢是注目伫咱的外在条件，咱会对家己讲。我无迄个能力去面对这款的困境，我对家己无自信，我无可能的。但是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上帝改成甲咱的原则无同款，特别上帝咧敬人，真正甲咱人咧敬人无同款。大卫之所以会互上帝使用，是在伫伊的心，毋是伊的外貌甚至咱会当安尼讲，圣经中间被上帝使用的人。大多数毋是因为伊的才能，是在伫伊的心，伊的意志，伊的思想，特别是伊愿意信靠上帝的心。咱看见着耶稣基督咧经门徒的时阵，伊所经的门徒拢是平凡的人，拢毋是社会真悬的阶层、上流社会的人，毋是安尼。伊经掠鱼的，经咧做从事一般人的工作的人。来成做伊的门徒，上帝就是使用这款平凡的人来改变世界。所以咱来理解，特别咱对大卫为什么受敬？咱来伫对圣经中间，咱知上帝头起有选一个王，叫做扫罗王。扫罗王后来无顺服上帝，所以上帝叫撒母耳爱去膏抹另外一个人来代替。取代扫罗王所以撒母耳接受这个上帝命令的时阵，伊知影爱到大卫的家，就是伊的老爸亚西的厝，去找伊中间的一个囝来膏抹伊成做王。但是撒母耳伊得到这指示，上帝要来讲，倒一个是伊要膏抹的人，所以伊就去到这个亚西的厝。讲我要献祭，请你所有的囡仔拢转来，大家做伙来献祭。结果亚西的这个囝一个爱对撒母耳的头前行过，互撒母耳去看，倒一个是上帝要竞选的这个王，伊来膏抹伊。结果登记第一号叫做以利亚，出来的时阵，撒母耳看到伊哇，伊相貌堂堂啦，身材大汉。是一表人才，所以撒母耳心肝想讲可能是这个伊讲耶和华的受膏者的确伫我眼前，伊感觉讲可能是这个。伫人的眼光看来，这人是一个合伫君王的标准的一个好人才。但是这个时阵，上帝伫伊边仔来讲，你毋通看伊的外貌，甲伊的身材悬大，我无要竞选伊，因为耶和华。无亲像人咧看人，人咧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所以上帝咧选人，毋是看人的外表，是看这个人的内心。后来亚西囝一个
七个囝，一个经过撒母耳的头前，撒母耳对伊讲上帝无要竞选因中间的任何一个人，伊就问亚瑟讲你敢有其他的囝？亚瑟对伊讲抑有一个细汉的，伊伫外面咧顾羊。咱来注意圣经中间讲，这老爸对伊讲抑有一个细汉的意思，讲这囡仔都无重要，伊毋是啥物款的角色，一款大场面伊可能毋免出色，所以伊嘛无叫伊转来。但是伫撒母耳的坚持下面，伊要求亚瑟去派人去叫大卫转来。上帝对撒母耳讲，就是这个因老爸看做细汉的，就是上帝要高抹、要竞选的君王。所以这段经文中间，咱得到一个真重要的信息。像这款人看做无重要、微细，甚至大场面无应该出色的人，伊却被上帝拣选。上帝有时真奇妙，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上帝拣选世上愚妄的，和有智慧的见效；拣选世上软弱的，和迄个强壮的见效。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毋知你家己是安怎看家己？检查咱有一寡人对家己毋是真满意，感觉家己外在条件毋是互家己感觉真自信。但是，请你爱会记住，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毋是看人的外表。你要有勇气面对挑战，是爱看咱的心，咱的心会影响面对挑战的结果。所以，咱来明白，咱毋是靠家己的外貌，靠家己的才能咧征战好的征战，咱是靠上帝的开力。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念，咱来理解。上帝是看人的内心，伊是看人的外表。咱爱有勇气面对挑战，上重要是咱的心爱坚固起来。这是第一项原则。第二项，咱看见着大卫，伊之所以面对遮尔大的对敌，伊袂惊吓，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是，伊根据过去的经验，所以伊心内相信讲，伫上帝无恶得正的事啊。咱来理解就是讲，撒母耳记17章顶面描述歌利亚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咱若看，咱拄则无读的圣经较头前对第4节开始，到第6节咧描述这歌利亚。歌利亚是身悬有3公尺悬，是比普通人加真大汉。伊穿的迄个战甲有57公斤。可能比咱这真侪人拢较重伊所摕迄个武器，迄个枪迄个枪的头都有7公斤遐尼重。大卫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伊是一个真年轻、真幼稚、真瘦、真细。伊从来毋捌烧战过，伊的工作是咧顾羊，所以对人咧的角度来看要派去甲歌利亚征战，一定要派一个勇士嘛。大卫绝对无符合这个条件。而且咱看见着歌利亚伊的态度是非常骄傲伊根本都无将以色列人的上帝放在眼内。所以咱若看16节，伊连续40天，每一天拢2遍出来挑战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反应就是非常非常惊吓。当大卫第一遍面对伊，伊想到伊过去的经验，伊回想伊过去的经验。伊讲伊过去咧顾羊的时阵，有狮有熊来掠伊的羊上帝拢互伊气力，会当拍败这野兽。所以伊相信伊讲耶和华救我脱离狮甲熊的了，的确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所以根据过去的经验，伊对上帝有信心。伊对过去的经验中间去体会到，伊毋惊现在的困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面对咱生命中间的歌利亚的时，咱生命中间有亲像歌利亚遐尼恐怖的对敌的时，咱来先想看觅，上帝早前是安怎帮助咱的？上帝是安怎伫咱的生命中间赐了稳定？咱看见着先知耶利米安尼讲，主耶和华
你捌用大灵伸出的手骨，创造天地。耶利米书的作者伊讲，伊看到上帝所创造遮尔美妙的天地万物，伊就感受到上帝的快乐，所以伊相信伫上帝无恶得正的事。这就是咱爱将咱的生命中间的经历，带记伫咱的心中。所以牧师爱大家学习，成做一个数算稳定的人。你若袂记这数算你的稳定，算小你的稳定，你就活踮伫怀疑的内底。如果你若能常常纪念上帝予你的稳定，你就会充满信心。所以牧师有2项建议，你会当来记起来。第一个建议就是，咱来写属灵的日记，写属灵的日记。你要将你的祈祷的日记、属灵的日记、你灵修的日记来记录起来。咱中间若有人有写日记的习惯的人，咱来将咱的祈祷、将咱的属灵经验记伫这顶面。若无，咱就对今仔日开始写。你祈祷的时候，你就来记起来。你若当上帝应允的时候，你就将这稳定来记录起来。咱常常去复习，而且这本册会当加做你的传家之宝，因为迄是咧讲起你生命中间上帝安怎将稳定授赐予你。毋单单你家己会当复习，你会当将这个信仰经验去传承、去分享。你会当常常伫小组中间。伫团契内底，甲人交陪中间，伫你家庭的聚会中间，去分享你所经验上帝的稳定，将这种经验传予咱的朋友，传予咱的囝儿，传予咱的孙儿。这对你的家族，对你所接触的团体来讲，这是真重要的。因为当咱拄着困境的时阵，咱晓得上帝安怎带咱经过迄个过去迄款死荫的山谷，咱就得到快乐，咱就得到信心，所以这是第二个意念。咱来根据过去的经验，伫上帝无恶得正的事。第三个提醒，就是咱看见着，咱伫进入勇敢的行动进程。这段经文给咱一个提醒，就是咱的勇气袂当上过头冲动，咱的勇气爱配合上帝予咱智慧。一般人讲有勇无谋，表示这毋是真正的勇敢，是冲动尔。咱看见这段经文中间，当扫罗王听见着大卫要去拍这个歌利亚，伊就替大卫做一个判断。伊感觉讲，大卫咧拍对敌的进程，你着爱保护家己嘛，保护家己就需要穿全副的军装，所以。扫罗王就将伊的军装摕互大卫穿，咱来理解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因为对大卫来讲，这嘛是一个真有意义的代志。因为国王将伊的战袍赏赐予伊，这毋是干那互家己得到保护尔，是得到王的肯定甲背书啊。但是咱来理解扫罗王若毋是普通人咱若看。撒母耳记11章23节，扫罗当出现的时阵圣经记载讲伊徛伫正百姓中间比别人安那悬一粒头对无？所以伊的体格真好甲大卫比起来，大卫是一个囡仔尔。这种比人悬一粒头的扫罗，伊的战甲穿起来，咱想象会当讲穿伊战甲可能会真威风，但是咱知影对大卫敢会适合？袂适合嘛。咱看见着大卫将这战甲穿起来了，佮将伊的刀放伫伊的这边啊，佮发觉讲连行一步路嘛行袂去啊。安尼是毋爱去征战？所以伊决定，伊互上帝互伊智慧，伊去思考。伊讲我决定将这战甲脱落来，我要用我家己的方法，所以伊用伊的智慧去思考，伊决定用伊习惯用的武器，就是伊咧过洋的时阵，有。摕种迄石头的即个锁啊，伊早伫然后去溪边摕5粒石头，咱理解因为咱想象啦，像歌利亚遮尔悬大的人大卫遐尔细，要甲伊肉搏战要甲伊相战这是绝对输的。
但是若远远就当互伊致命一击吼，安尼的确会当赢。所以代表互伊上帝互伊有智慧，伊用即款的方式去解决伊面对的即个困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知，人讲匹夫之勇不是真勇吼，冲动的勇敢毋是真正的勇敢，爱配合上帝互咱的智慧甲温顺，咱得当精进，好的精进。第四个提醒就是，咱来理解，无论咱要做啥物款的精进，咱来看咱勇气的来源。大卫之所以充满勇气，是因为伊有一个靠山真好、真强，这靠山就是上帝。在这段经文中间咱看见到圣经的作者真特别安排讲，大卫无要穿扫罗王的衫，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圣经的作者要表达的就是，大卫战胜歌利亚，毋是靠扫罗王的保护，是全靠上帝的气力。所以大卫伊注目伫上帝，伊倚靠上帝。咱看见着，伊要去征战的时阵迄对敌是偌恐怖。歌利亚看到大卫，马上就对伊呛声讲：伊指着家己的性命救助大卫，讲来啊，我要将你的尸体等背照甲野兽食。一般人听到这个皮皮喘，但是大卫倚靠上帝有气力，伊也来回过去伊来讲，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甲枪，但是我攻击你，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的名。所以今仔日耶和华的确将你交伫我的手中。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当挑战来的时阵，如果你目睭内只有对敌，你心肝你就皮皮喘，你就将迄对敌放大嘛。咱嘛爱了解，咱一直看对敌无路用啊，咱一直注意外歹。伊偌恐怖，对咱有偌大的威胁，反倒互咱的心会弱智去，对咱一点仔帮助嘛无。咱将咱的眼光调整，去自信去看，听咱的天父，咱就知影咱气力的来源是倚靠上帝，咱就充满对上帝来勇气。最后一项，咱嘛爱理解，勇敢其实是爱有目的。有的人为着家己拍拼，这当然真好；有的人为着咱厝内底、为咱的家庭拍拼，这嘛真好。有人为着众人拍拼，安尼搁较愈啊好。但是咱如果会当勇敢为着上帝来拍拼，安尼实在是上好。咱看见着大卫之所以要甲歌利亚征战，伊上介重要是伊无法度忍受家己所敬拜的上帝被对敌侮辱。所以，伊决定要去征战迄个好的征战。所以，伊充满勇气的目的是为着主来征战。亲爱的姊妹，咱伫世间有真侪无共款的征战，我确信咱拢会当靠着主的气力去超越过这个困难。但是，如果咱会当领受上帝给咱的使命，咱毋是干那为家己征战，毋是家己干那为着咱亲人征战，咱会当为着上帝国的事工来征战的时阵。咱所带来的影响力是无共款的。如果咱来当为主勇敢来突破家己，过去咱毋敢对人传福音的，咱勇敢突破家己，去甲人分享上帝伫你生命中间的恩典。咱如果过去讲我歹势出来服侍，咱勇敢突破家己的限制，接受上帝的使命，互咱会当来做真水的服侍。如果若上帝应允，的确会当带来真水的效果。无需期待咱双年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咱如果拢有这款的心志，咱教会就完全无共款。咱会当变成做一个真有影响力的教会，会当带予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的百姓真大的祝福。恳求主帮助咱，互咱有勇敢的心，毋敢拿突破家己人生的困境，也会当突破宣教的困境，真正做万面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阮坚定勇敢的心，我靠上帝气力来征战水的征战。恳求主伫阮人生的困境中间保守看顾阮，互阮
真真正正伫即个过程中间去体验主的恩典。主啊，阮是何等渴慕，阮的教会也是一个勇敢来为你做见证的教会，互阮真正伫即个城市、伫即个国家做光做盐来荣光你的名。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